眼中剩下一言难尽的冷漠。为了生活，没什么好多说，趁作努力，只为了让心里稍微好过。机器人不会难受，只会执行命令，有时也想排除多余的感情。人生就是不断交差了事，一次又一次不照自己的意思，大约80%都是本来不想做的鸟事，毕竟还是得继续过日子。一个指令，一个动作，口中剩下只是关心的认错。不要戳破，只不过低了头，拥有美梦反而会让心里更加难受。机器人不会难受，只会执行命令，有时也想排